后来乡亲啊，台中市民野餐日11月初3，伫29个行政区扩大来举办。为着响应环保，市政府呼吁民众坐大众运输到会场，而且尽量莫用塑胶的餐具。新市政公园响起轻快的祝寿音乐。 要宣传11月初3举办的第3届台中市民的野餐日，邀请市民朋友做伙来野餐充电、草坡放电。我们今年的主题叫做这个野餐充电、草地放电。 今年我们扩大伫全台中29区做伙办，和民众伫假日的时会当轻松去附近的所在野餐，甲亲人朋友伫公园内底野餐充电，消透日常的压力。 那这一次呢，是台中市遍地开花哦，我们区区都有野餐日。台中市政府呼吁乡亲坐大众的运输系统到现场，用环保的碗盘放松身心的同时，买当放松地球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